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在好客宣传文创产业发展协会地方，可以谈到我哋客家歌谣，冇看到有人在跳客家嘅舞曲，同时冇看到太人写字去做我哋客家人嘅塑造。嗰種今日有想到咯，係我哋發展協會嘅理事長林飛文，理事長羅向生從。我哋飛文理事長呢，以只藝術創辦業嘅發展協會，我哋今日都有請到伊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一路行。你做乜事情，同時有乜個事情係該改善呢？我哋馬上歡迎飛文理事長。主持人好，那已經呢，我哋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林飛文，來自美濃哦。嚟，飛文理事長好，今日個反應，今日來到我哋現場，我就睇一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到講，其實也係協會啊，嗬，係唔知個係開始創作嘅嘛，嗬。係。當初我最想愛做一個協會咯。其實第一個觀念就想要傳承啦，因為傳承咧一個產業，包括產物法，有客語嘅傳承，有一個南山嘅傳承，我之間咧本身咧就有學到一個術語，所以咧幾多都看有想到阿媽陪伴嘅個情況，都本來有發想起來講，幾來到我哋美濃。來繼續傳承一個南山在本來一個理念還係有就因此我哋合會費真正嘅我哋咧一個主位啦，一個鼓手費副主位來提倡來講佢譬如數年好做乜嘅啦，幾多美濃來發展咯，就因此一個信念本來堅持到幾年。因為有個問題，我有兩個無共樣嘅情形，因為我哋常常會講，我哋要發展一個產業，有時間係因為一個產業喺當地一定好，嗰時我幾多人去參加，可以發展產業。另外一個情形都多多嘅想法，可能係一個產業喺當地，慢慢嚟沒落下去嘅。嗰時我有人想講開始來你發展一下產業，去復興一下產業，佢幾時隻嘢情形係哪一種咯？已經都沒落嘅。冇人做嘅其實我嘅後邊我想到講，一個路過艱難啦，冇人愛做嘅事情，用辦到嘅復興就像主持人也蠻有講到，一個產業一個文化，我哋喺陣度掉一條白空冇人去做，冇人去做，掉一白空200年300年，共用係一個古物我哋喺陣度講有人先推，有人來。做將能夠佢傳下去所以我都有發想講這個可以點起來，這個整理一件店面的一個產品，那這個安尼都藝術帶禮拜中風也好，所有東西全部這個來啦，都作為一件店面起來，都開始營業營業的時間明日中午內容因為中文咧，因為遐東西冇人要接受嘅但是我用我這個老闆作為一個門面吸引很多人注意又因此安尼都開始沙起啦，也喺台北學校風啦，都開始聽但一天來，都慢慢的安尼，本來因堅持到幾年，嗰度人講唔是的。一個好淡肉嘅呢，咁甜美濃，每年要做嘅生活都嚟到咁開一種店面啦。真是因為我做話我冇樣問題因為我哋真是我發現到講，聽人講我哋客家人嘅代表南山，真是都一來一少人做，一來一有機冇機會看到人家做安尼南山出來。嗰時我頭想講，佢幾時間喺開店嘅時間，係因為講真是看到我哋南山嘅沒落嘅時間，但是嘛真是幾好打。伊啲產業沒落嘅時間，你即刻跳下去，從頭到尾我哋飛文先生講嘅呀，嗰種伊啲南山掛喺睇上方，都變成文物；做嗰啲神方，那係文化。以前我哋人嘅神法，那係文化嘛。佢幾時時你用嘢嘅技術，用嘢嘅真係都本他人講人嚟客家人南山安好，但是後來你發展伊啲協會。協會是唔想點嘅，點嘅是我這個愛開唔開有錯話我這個創咧，我這個要我這個愛開唔開，我今日要買乜嘅就開我這個家庭，但係協會冇咁樣咧。當初伊個協會，當初喺成立伊個樣嘅協會係伊個高雄市嘅伊個協會咩？
去上节我们成立一个协会时节，其实我观念都里我常常想到讲啊，我用来传承，传承就一天要教学生诶。但是我数学生诶冇咁简单啊，可能这个经济上也会有受到困扰嘛吼。所以嘅下尾我就想讲，既然係呢，我哋面容有太多東西我都傳承咧，過去我就成立一個產業協會啊咧，所以那樣度文創產業協會啊，係。等於如果其實覺得吼，按我講咯，雄心大志啦，想要以復興，想要以天數嘅產業鐵軌道，但是問題，那成立的協會啊，因為以外的經驗成立協會嘅標準來講嘅話，唔該用睇高雄市嘅話，那米的起。我遇到代表人，嚇，那可以講，我哋係一個高雄市嘅協會。對。佢幾時間唔應該請到阿條人咯？其實，人面可能會懲罰啦，吼。對一個高雄市按道期來講，吼，我每個期我即個先列表嘅，來期有我相識嘅人，來期有我認識嘅人，可是打電話邊係咪願意？來同人哋共同來發揚，來推廣啊，來參與一個協會嘅做理監事啊。係啊。對，有啲人是講口頭講好啊，但是有時一開始嘅時候拿下身份證，佢都唔會搬嘅。係啊，但是還好啦，我已經都利用花費差唔多會2年嘅時間咯。我都一個合，唔單止講合要親自去拜訪伊。所以我一個時間內都差唔多花2個人日啦，都突破一個關卡。佢幾時覺得吼，協會成立以後，你這個嘛就講到話，其實你這個想要做嘅事情幾多。佢幾時協會成立以後，第一間辦嘅活動冇咯，第一間辦嘅課程係乜嘅？開課都教創作。創作係，所以嗰啲學生咧嗬，全部唔曉得，連茶葉針線都唔曉穿。都開始，我都一步一腳印嘛吼，開始教人個畫圖、畫三角形啊、出線啊，一個彎線啊、陽線啊，畫為咁然之間對天茶行學會穿線咧，咁點茶葉咧，就開始變去查一個一塊布嘅一塊布嘅，全部都為人查過來。對，真係幾基礎呢吼。幾基礎。對，如果你這個嘛唔曉得穿線吼，冇唔曉得這去查圖嘅就，咁幾時節按你課程對於幾時節人來講嘅話，差唔多幾多人來上課？因為20鋪嘅學生誒。20哇幾多人呢？都準備有10台天茶嚟嘅咧。差唔多機下尾都估一台機下分鋪啦。咁呢度學生係多幾間咯？因此一個疫情吼都打3槍誒，其實打3之前，其實也全部也學會做誒。唔錯係。我都教人都做最細項嘅東西，開始做到太空嘅衫褲都完成。其實看得到嘅，也記下身上我全部學生嘅作品。係哦，其實做過腰呢，嗬，佢講嘅全部過腰，然後起碼過髒，嗬，係啊，真是冇簡單。咁從這個厝嘅，我能講做藍衫嘅一啲教學以外，我其實唔係要教嗰種客家嘅嗰種古劇啦，嗰度，我喺度我做幾片嘅戲咯。其實我本身以前啦，嗬，做起啦，其實我本身就係一個專業的主持人。專業的主持人，嘿，但是你這個講，這個係對做sản婦啊，你會專業主持人哦，你斜槓得很厲害咧。一個推單個嗬，一個光鮮亮麗嗬。是。弄要點啊下來，可以擴大啲工作室規律咧，嗰對你跌破眼鏡。係啊，因為其實做sản婦係喺我特殊時節，我就學到一個，但是創國嘅係我韓式、長式嘅興趣啊。可是創國嘅一啲興趣比做sản婦還過做。係啊，但是本身我有啲創國嘅興趣，按特別垃圾咯。垃圾哦。特別吼，要創國嘅。但是一台垃圾我空喺地碌卡，800米量係會衝過嘅，買一台垃圾我本係學嘅，如果等係出去表演。其實從來係火龍果、日本果還是桂魚果呢？桂魚果。因為火龍果冇得去衝啊。衝桂魚果吼，青島吼也會比金衝嘅啊。係啊，所以都一堂嘅果嘅全部都。桂魚嘅，辣椒當個地位糖都會做起嘅，火龍果會頭糖，
啊，佢鐵路卡糖咧冇要緊，啊對於衝落去衝都可能做唔到。衝過二個誒，咁其實就冇去那邊去公園。冇呢，我都爸爸帶你呢去比賽去咧。哦，去比賽？用比賽哦，因為咱3年生啊，國小嘅3年生帶出去比賽啊，係啊。可是等於你講，其實對創國一件事情來講嘛，欣賞嘛，係一個各有。我哋講各有底子，各有帶嘅嘢。但係後來即係一開始佢有歌唱地方，我以專門會唱客家歌話，還是講其實還是以方言歌為主？我都一開始開班，我都開始教客家歌嘅，因為我哋畢竟係啲客家人。冇錯。那都為了要推廣我哋啲客語啦，客家劉德偉嗰度學生嘅嗬，先生唔好唱客家歌啊。我講做唔得啦，我哋客家人都一定要唱客家歌啊。後來嗬，慢慢地以時代嗬，我哋時間性咧一個改變啦，真鼓勵嘅。我用嘅鼓勵，我講啊，下年全部都要接嘢唱歌呀。老師下擺要老嘅要教人唱國語歌啊，老嘅要大家要翻譯一個古老嘅國語歌，問大家共同在複習一段咧。其實一個歌謠班做研究嘅吼，我未好係自家哋嘅創作寫歌嘅啦，所以又有版權嘅問題咧吼，要出去嘅表演、比賽做乜嘅，攏會有版權嘅一個限制咧。限制伊咧，我都變到講，要唔當自家嚟寫歌嘅，所以都未好我已經寫咗10條歌嘅咧吼，就可能有10條歌嘅，也許都已經是6歌嘅啦。都開始咧都用 YouTube 啦，來接嘢都可以，本大家學嘅多。真是冇簡單嘅，因為版權嘅問題都講出自己寫歌嘅，寫歌自己歌冇版權嘅問題，版權都唔自己嘛。但是其實嘛，真是規模限。你講嘅從他媽用嚟做模擬。唔錯。嗰時對非文理事長嘅心地位，其實一心都愛復興我哋嘅客家南山啦，係客家文化。好多節目我哋話嗰度嗰精彩故事哦，休息一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好客宣傳文創產業發展協會嘅非文理事長，而當喺現場同你分享講，當初做乜會成立一個發展協會？我想問下理事長，因為同講嘅分享嘅過程裏邊，你發現到一個發展協會成立以後，你發現事情做幾多呢？係。那同時有個事情裏邊，我都發現到講。有地方有幾多人自家會講那種創意啊，那巧思，像這個嘛，我幫人哋朋友羅拍啊，有件事情表現入喺一個產業裡面，係咪同人哋講，我哋廣東朋友講一下，有係點樣嘅故事呢？其實羅拍算一個好彩頭啦，當然香菜米咯，已經同一個羅拍已經做成功，睇睇些東西，我嘅一個構想就想第二年我可以同一個羅拍。收我睇一點三項，一啲三都牽有一個代表性啦。我識嘅一個羅拍還有形體，我嘅掛木珠，我嘅掛花嘅最記得啦。我嘅愛嘅名嘅很多，快樂蘿蔔，開心蘿蔔。所以變咗講我面向睇佢講 DIY 世界，馬會上屯羅拍。拿來做 DIY， 都做 DIY 本身人哋啲10年咧，寫得真歡喜啊！我哋嘅90年嚟講客語嘅故事嘅時節，就都跟一個羅拍有關係都本身人咧，啲家用一個產業，來跟人別人分享，別人提供羅拍係很用嘅落嘅。睇好了，真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組合啦。因為佢一方面第一，我哋要結合到我哋菜地嘅產業，烹飪羅拍。因為其實闽南嘅烹飪羅拍對幾多人來講嘅話，未必等差唔多秋冬季嘅時節都想到等闽南烹飪羅拍，某個時節開始去摘，冇開始放羅拍嘅。第一都結合到我哋菜地嘅產業，第二都結合到我哋嘅客家。
好，同时又适应了最好教的手作，好，一方面在做过程地方，吼，就是能讲客家，同时把客家文化传递进去。当初我想到讲，用安好的一种结合的方法来推行咯。其实客家的东西依然做唔得跌下啦，所以我想到讲啊，摕个做一条东西的时间，同时迄阵都讲带侬呢，因为我平常我也要教细人呢。教细人呢带动跳啦，要么教细人呢讲客语故事啦。但是你讲故事讲啊，谈啊，要谈啊，过乏味啊，细人呢做唔起啦。然后细人像四重用的搬来搬去啊，我会想到讲啊，迄阵都讲啊，有一些咧一个手作，必然去通，必然去教，也能够增进个细人呢演的兴趣啊。演这个塑作做出来的东西。都帮的一个缎带做起来一个罗皮嘞，要感染这个的蛋糕，可能是发福喜呀，也迄讲啊同咧娘的抢送意啊。我讲啊，我每个，今年罗皮，拿回送本班人来，留咧送阿妈、送阿公、送妈妈。其实也都拢做得我讲到最大的目的能够达标。都讲啊，做一个产业，便了解到罗皮的由来哈，也便了解学习到。客家的营养，一个双赢啊！冇錯，睇下過程地方真是全部都看得到。因為其實對幾多嘅課程，無論幾多嘅工作來講嘅話，你一下會去結合到很多東西，睇一啲地方嘅，其實冇簡單。也係我幾多嘅想法，我就講其實也做過程地方，讓我去安排，讓我去帶新人去了解到客家文化，睇做嘅過程地方，唔係那幾邊坐喺度教一句話客話，聽到一句客話。新人嘅規矩都完全都記唔得嘅，但是佢教嘅時間，我見到海陣都唔上來冇錯，因為我哋地講其實對非文現上對人是講我哋協會成立以後，自家嘅想法幾多，同時嘛參加幾多活動，總有參加活動帶新人嚟出去啦，冇帶學人出去參加活動，你自家想法係樣，做乜去行出戶外咯？其實。對總批老人家來講，啊，對學生嘅吼，其實我學生嘅劉大偉他也已經70歲啊，細嘅劉大偉係10多歲啊，其實細嘅還是爸爸媽媽帶佢哋來啦，都老中青攏有啦，我哋下擺想到講出去嘅時節，像都嚟還有劉大偉越南籍嘅，又有大陸籍嘅，內地嘅啦，現全部喺台灣啦。我想講啊，對我哋台灣也接伊個客家嘅地方唔係幾熟啊，可以加入我哋去參加活動嘅時節，順便嚟帶人去認識我哋各地無共樣嘅客家族。嗰時其實按係相反嚟，共樣嘅活動對非文來先生來講嘅話，唔知佢會想到講，能讓我去照顧到無共樣嘅地方嘅人，同時加入一個活動。用伊嚟去認識人哋客家文化。其實也都係一個人哋嘅社團嘅團結力量啦。係，人對一個社團認同，就等於對人係做先生嘅認同。見到攏擺10多年前，20年前有帶過嘅學生嘅嗬。因為我曾經離開過一段時間啦嗬。而家講緊我多過都開班嘅，因為我冇去做宣傳啦。老師，你就多鼓了呀！老師談講啊，唔開始開班了。我話老師我做得去上課嘛，其實亞種嘅情形都變得講係對先生嘅一個認同，所以學生嘅也因此認同一個團體嘅時間，你安排認同一個節目跟活動，講到來邊啲咧，我去比賽去表演咯，他個興咩多啊？我會做一個有嘅白眉，伊嘛會做；我會表演越南舞，伊嘛會表演。其實一個都個團隊快樂嘅心情，去接觸我哋嘅客家，用接觸嘅心態再嚟同我哋客家推廣出去。一部分我真係咁認同，因為等於你講，其實現代人嘛，我現代性，係啊，就像頭我哋嘅非文歷史中有講到講，因為嗰種來上課，好多像佢嚟參加一啲，算是我哋講姊妹嘅一啲下午茶嘛，聯誼會嘛，唔好講來入邊學乜嘅東西，嗰種嘅壓力幾重，來入邊先交朋友。
个他跟嗰種姊妹樣啊，出去了吼，出去參加活動，同時去認識我哋客家文化。因為我哋地講我哋，比如講我哋六隊文化人去每一年辦咧，我哋六隊嘅秋水節啊，吼，我哋一般嘛得到一啲乜搞怪獎，做乜我得到一啲搞怪獎？喺我哋廣東朋友講一下，我以為啲創意會得到一啲安貼喺啲搞怪獎。其實我哋客家一個秋季豐收吼。已經辦了好多年了。在第一年的時節，我嘛有去參加，也會帶一下呢社團，安尼社企，安尼社區發展協會啊，哈。第二擺帶一下呢公所跟客家鄉，跟南農嘅做嘅啦。因為公所冇話，因為講到講，阮非阮先生會搞啊，我個好啊，我帶你嚟搞，你看那是怎樣嘅。結果前300都拿第一名哦，東西就是第一，我符合一個內容，因今年有很多秋季風俗哈，我哋本身東西就會符合也就會一個主題啦，主題符合的時間，我一般我會想到講啊，我哋去年的吼，當以前去。都跳舞啦，做乜嘅啦，講開燈啦，有嘅冇嘅。但是我也白想得到，開燈一天上同去開燈啦，同我哋闽農菜地嘅一道豐富嘅產業啊，農產品啊帶出去。有想到台灣我哋喺闽農嘅一個產業啊，鹽業王國嘛，吼闽農嘛。做中鹽嘅最多嘅地方，像中鹽嘅學嘅很多嘅生意呢。自己全部都變安尼過升起來吼，我就感覺到一個產業吼。雖然我哋呢安尼個鹽農冇嘅啊，但是我作為一個家嘅人呢吼，本人提供啊，台灣嘅鹽果嘅樣嘅去品鹽呢、夾鹽呢、川鹽呢。嗰時睇下發通地方，你真係把我哋以前闽農嘅一啲貴重嘅產業，我哋說是鹽業嘅一啲產業帶出來，嗰時得到一啲高貴獎。但是我意思講到怪怪咯，譬如講頭都講，天意間要帶到一啲社企，天意帶到我哋嘅公所同我哋嘅個國種，因為也完全冇咁樣嘅團體嘅屬性啊，能用嚟結合咯，譬如講天咧帶社企，因為個社企啊，我哋咧睇嘢實全部人記到語天咧，而哋冇辦法做啲複雜嘅發通，佢幾時人社企嘅嘛嘅發通咯？佢後尾社企係咧都我哋傳統嘅普羅沃居全部都辦潮出去嘅，普羅沃居係嗰度鋪潮嘅嗰度潮家嘛，係一度全部辦潮出去。你真想到我哋古早神法嘅日常生活會做一啲事情。咁冇錯，我哋真係佢適合我哋社企嘅睇嘢啥。咁公所咯，同佢各種嘅結合咯，你要設計嘅某個東西咯。幾擺吼，我就要農經一同啊，伊都想講，過去都係用我哋闽農經過度安尼嘛，新住民呢輩咩？我又有原住民啊，那我哋就來幫學生誒來結合3個群組。都原客心嘛，一個三個群出無共用，攏睇闽農生存嘅啊！我都跟公所講，公所準備嘅想攏開檔嘅所有香蕉啦、雅蓮啦，一度都講下嚟嘅咧。我拿到幾個獎項咧，咁請人送一年咧公所嘅期中啊，伊啊標下也成團開檔。結果其中一開檔，同當地方嘅香蕉發嚟實槍槍，我要佢拿到獎。真是啊！一路行哦，他感覺唔係搶香蕉，還是在搶礦，搶礦也要對唔吼。因為但是至少現場看行了，也要對一天都過鬧熱。係啊，而且你頭頭講啊，原住民。客家，還有人哋新住民，佢更加的應該講，更加都真係台灣大部分都按呢啲社會嘅啦，我哋咧我哋原體嘅人，原住民、客人、河洛人，還有我哋新住民都變成我哋台灣一啲最重要嘅組成嘅身份，嗰個大家嘅團隊裏邊，我哋嘛看到我哋組成嘅一啲身份，嗰個其實我發現到講，我哋非本地這種其實係一啲我哋講點子很多的一個人咧，幾條幾弄，唔係應該講，其實你自己會對啲客家文化嘅一層地步，嘛加上個幾多自己嘅想法。
嘿，你种也拜我这个团队也国有办在成立的时间，我们学生啊讲11年除夕，安尼秋季风俗的爱表演哦，先生唔用的讲俺用的天咩啊，先生用的讲俺用的天啊，那都想到讲也一摆，然后我就改变一下，我哋用人客心一家亲，迎接神龙代替的庆风俗，客客太少，再个客唔少，就用一个做标语啦，哦，都呼唤嘛，喊这个标语，沿路这个踩街的时候，银行约约好好啦，银行就约约好好啦，系也口也出也入，所以那我拿到一个高贵奖。我相信真的冇讲高贵，真是一听最闹眼的，你冇。我讲堂嘅 slogan 我都想讲，哎呀，一定要必得奖，因为真的都感觉到讲500几多个人个元素全部是加好了，然后用糖嚟啲个感觉到一啲最闹眼的一啲队伍。系啊系啊。可是糖入边，我发现到讲呢，非本地市场真是一啲个想法几多人的一啲人。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嗰件细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好客宣傳文創產業發展協會嘅非文理事長，來到嚟現場度分享講，佢哋上課時時有讀過某個安神企業嘅故事。但是我哋提供其實非文理事長吼，唔單止帶新人嚟參加，譬如講我哋呢6隊秋收節啦嚇，同時嘛有參加幾多活動，譬如講我哋呢美濃嘅野菜節，係幾啲樣嘅活動咯。因為時間我哋想講因為配合我哋美濃。美濃嘅野菜節吼，用嚟推廣到我哋美濃嘅農產品啊，第一個都野嚟咧，第二個就我哋福菜，好有2項可能大家過常識，第3項就很多胖風光，好，胖風光咧也係季節性嘅啦，我一段時間咧就冇嘅，但是伊食得起來菜啊，佢比人哋風菜還過好食啦，所以我睇佢想到講加到邀請我哋嘅時間。一個團隊一表演8點鐘咧，那8點鐘啊都同我所有嘅創作嘅一個歌曲，一全部搬上台去表演啦，係。但是一種東西因為你講啦，產業一件事情其實講講產業是本來都有安尼農作物嘛，但是唔得把用我哋講跳舞啦、唱歌啦，但係用我哋衫褲啦，呢啲食下其實冇簡單嘅，因為有啲主題嘅嘛，而且主題老實說唔係講幾文藝嘅主題，然後但是你從現場有講扮嘢做歌嘅啦，都一條一條拿去唱，但是現場嘅表現冇得講，我哋呢現場嘅人看到佢哋反應樣。其實研究下嘅對我哋呢，因為我創作嘅歌都跟美濃湖湖畔也有關聯，因為歌地方就有一個用米嘅用葉嘅，早期有一首很多蝴蝶鼓啦，我嘅翻做客語歌，像因此也嘅道具，我都利用家用嗰度一些嘅道具，來串場，服裝舞蹈嘅什麼嘅度跳舞嘅，也用我哋呢男衫。來詮釋，按個擺機嘅度拿翻出來，可能風俗嘅時間雅典呢，當個擺機可能呢雅典呢，跳那當個東倫雅典呢，我感覺講安尼都很亮眼，對，都做一個結合。有幾種嘅我哋講舞蹈動作地方，又可以有一點我哋在地產業嘅一種意象，其實也冇簡單呢。也結合真係冇簡單，因為有時候講產業呢種東西講硬啊，係講硬，然後有應該個鄉土一些，因為我去結合到我哋舞蹈啦、音樂，有啲人話音樂結合唔好，但是你看同一個一啲擺機嘅意象，好都可以把嗰個做古做嘅神話地方都表現出來。其實我對非文理事長最有印象係一擺嘅，我哋講服裝走秀，係一種韓國嘅一啲結合嘅服裝走秀。你同我哋廣東朋友講下，興有冇啲經驗，會有啲安好嘅服裝走秀？其實參加嘅服裝走秀已經拍嚟一擺國際數啦，跨國際啦。
第一摆係咧，我自家拍咧一個成果展用嘅吼，我都從一到4年咧，全部在地的4年咧，係咧讀國中嘅，全部幫助出來做模特兒、做 model， 也4年也親好搞啦吼，喺一個層面也配合得真蠻完美。第二擺也相同安尼辦一個聯歡晚會。聯歡晚會嘅話都見主持人係咧見安尼顯下要主味啦，楊主委、楊瑞霞、楊主委也真係配合啊！嘅話答應嚟講，做主持人啦，也故意場面做得相當好，再到也擺可能有許多傾聽啦，一個訊息，佢第一講美濃，而家都美濃可能一天都請緋聞理事長嘅。冇緋聞先生嘅可能冇辦法承擔一個，因為傳統嘅東西可能我帶喺國際上去吼，可能會有一個距離啊，所以一般農會演主辦，因為相同係係用我哋美濃嘅路皮咧，跟韓國嘅一個泡菜來做交流，聯誼交流。同時時間一講，韓國都有講有專門知名度嘅個設計師。帶咗韓國3而來做走秀啊！我哋呢總幹事、總經理、總幹事睇嗰度，我哋嘛布書人好嘛吼，我哋美濃嘛用美濃嘅南山嘛，所以嘅時間也呢執行長就有來請我嘅時間我都講以後答應，因為我咁多一個係推廣我哋客家一個南山親好跨國際領域的一個機會啦吼。所以我冇考慮，馬上係唔得七個省府有一度嘅可以行嘅，嗰陣我想以後都係答應嘅啦。所以幾禮拜一來，我明年嘅局嘅省府叫佢木馬有水咯。所以我講到講有個跨國際也係我一直以來嘅夢想。再來可能國泰嘅夢想整個主持人頭都講，新冠過後啊，過太一些的時間，我可能來辦一場我哋本地台灣可以睇一個演藝廳來辦一個服裝藍衫服裝走秀。我哋係咪有一啲季節，我哋講有一啲節慶，我哋講好，從乜嘢嚟講做藍衫？其實對呢一點嚟講我也睇佢推咗一段時間，但是真艱難。我發現做呢藍衫，行一幾行去可能講難啊。但是我嘅計劃到嚟啦，其實我已經有想好嘅明年度嘅計劃，就帶咗學生嘅1禮拜1年，帶咗學生嘅看到假期嘅，我出來去買菜。出去買菜，一個都實質上可以喺地方上做初步嘅一個推廣。再接下來，可能會延伸到外客來到我哋美濃，亦可以來做衫褲。從我哋去到日本供應，去到韓國供應，人來到我哋美濃嘛供應，我哋喺做到一兩藍衫，人來要協商嘅，唔來都出租，我都出租1個月時間，本來作出去講解賣菜，而家美濃幾嘢哦，擺到禮拜千多年啦，全部都係搶菜賣。真是我想過安尼想嘛，真係幾好，因為我真係我哋去日本嘅時間，去韓國嘅時間，有當你如果專門做個和服啊，去體驗嘛嘅，但是你看來到美濃。你真係都可以做一點衫褲，一啲藍衫，我都做到藍衫，你出去行路。因為幾年我都發現到講有幾多嘅國中啦，冇得國小一點嘅嗰種運動服啊，會有些改良，改良有啲藍衫嘅嗰種欄杆嘅東西。我發現到幾好，因為對我哋生活地步開始接觸到個一種係同客家人日本嘅衫褲啊，慢慢地從頭到尾嘅緋聞理事長講嘅樣，有一啲發通，冇得有一啲可以做衫褲嘅地方，比如可以做一啲可真實嘅藍衫，真係來美濃買菜嘛好，參加發通嘛好。但是幾多我哋呢節目最慢嘅時間，因為其實你看多一啲即個開啲店嘅，好推廣想推廣藍衫，後來成立咗協會，好又唔單止開課程，去搞廣告嘅，你等於參加發通。一路上遇到多過困難的事情。個困難的事其實係對一道問題來講，困難的就變啦。
南山要本人接受的一個點，還無多容易本人接受啦吼。但是迄陣就真是假用來主持人講的，俺哋利用配音嘅發通嘅時間，幫俺哋得到愛客來到面農，而咩講啊來18年就幾年啦吼，也可以來一隻嘢半日遊、一日遊，中了南山來翕相誒，我們可以給他打卡，那我們可以給他們回饋多少？好，從俺哋推廣下去，可能今行嘅一個新亮點。會高油啦，在俺講今日將比如講見區公所來講啦，公所見俺哋全部幾乎也攏有啲個做俺哋個 T 恤，好，因為俺也設計機械拖，機械拖嘅 T 恤哈，有的會排汗 T 啦，也是嘛相同佢用設計成安嘅，本一般嘅後生嘅人吼，也係講啊國外歸來嘅人，一個咪嘅咧亮嘅心球啊。看到也亮亮安尼客家特別語言做嘅南山哦，當當呢，真歡喜。我聽伊爸爸講啊，歸去嘅咪歸喜歡足啦，因為伊含係美濃心球啊，雖然美國人，但是也有接受俺哋嘅文化。咁我想問一下吼，跟理事長，咁你這個美設計嘅兩套啊，吼，有拿出來販賣冇？因為都想講可能幾多年輕人。你我也要設計哦，冇聽錯過，因為件全部有溜到錢。係啊，你真係講我哋愛啲短版咧，看可能個輕巧誒，嚇，但是又話要黑，我哋講藍色乜顯，安尼啊，吼，因為像我講，你到美國人看到以後發現人貴好，說不定我哋啲年輕人唔係會接受呢。係啊，你真係愛也顯咧，真係。嗰時我哋發現到講，唔係講我哋啲藍色已經推流行。係講我哋樣嘅去把伊轉變到符合人家人嘅審美觀，我都講伊嘅習慣來用。睇節目最尾，你對未來有乜嘅打算？其實將來行業我哋一個時裝啦，吼，同我哋嘅南山現代化。那本來不能穿的，讓他們人人都能穿。好人講啊，像禮服用的啦，吼，唔係像台北傳統布書的薄實實的禮服。我能夠設計全部還不大露背的，有些背很漂亮啊，我們就為它設計，就是客製化。那能夠做一朵就可以生一朵。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啊，緋聞理事長唔單止有一啲熱心，希望講可以用自家力量去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客家南山，同時伊嘛有幾多幾好嘅想法，希望講把幾多幾種嘅事情全部接翻來。今日感謝我哋緋聞理事長，嚟到線上分享安精彩嘅故事。也感謝我哋嘅主持人，以及我哋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感謝嘅。休息一下喎，得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